别动手！有消息了？广陵军出动，李淳刚走出马车，一剑横空。结果呢？赵毅派出多少兵马？2000余人。李淳刚一人一剑。一人一剑，此次再无人敢阻拦车前，一路被去了。真厉害！徐凤年呢？出来没有？李淳刚既然还在马车上，徐凤年自然也在，就算不在也不重要了。有我陪你西行。李淳刚不来，谁拦得住你？那就万无一失了。这一夜难得睡得踏实。大师傅，咱们上路吧，我已经等不及赶去西蜀了。好。起床了。大师傅，为何不骑马了？骑马，人多眼杂。那下面的路，走水路更安全。到前面登船，后面的路沿江而下。石快石慢还不定改变路线，大师傅，没必要这么小心了吧？现在没有人能够追得上我们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就这事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
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，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，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，我受命离京，不在京城。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寺，我娘中伏那天，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但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？本来已经8九不离10，而武帝诚一行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？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，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升天？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了此事。她很了不起，可这样的大局，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？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。徐家清楚玉兰，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怀疑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重大局，但我和徐骁不一样。杀母之仇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，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。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，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，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？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
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顾建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建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。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。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脉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驻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。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，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上阴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，最好；听不到，也不强求。没错，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重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。我还记得那时，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你见神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玉府那一晚，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。可以谈。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顾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啊？江离不是棋子，就算没有江离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这是我们的船，你先上船。你也来了。往那边过河。
姐弟4个都到齐了。虽然不会武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难怪你要帮轩辕家。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陆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就你们4个，也想杀我？谁说只有我们4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。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呢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
金刚经。可惜这样的天才，就要毁在今天了。广寒，刀没丢吧？擒贼先擒王。两袖青蛇。什么是天命？过天门者，自可凌驾人神。可我偏偏不服，不服天道能定人神，命运无法抗争；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手中剑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吗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父亲，还是不要做死事了。凤年，哥，去死吧！大黄金。
邓太阿加上李前辈借了一件，借一件，下次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罡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他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其实你也一样，也是你，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水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的不远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
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祷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，谁知道呢？回北凉。凤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嗣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生杀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，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止步！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面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凉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，等下出手
你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世子，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
又见面了。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呢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？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护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全甲，青梅卓马，春水朝露，桃花，起。怎么不倒了？那一位既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！多谢前辈一箭之恩。多谢前辈6箭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，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，落下病根，
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件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，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！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。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，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。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世子问你话了，你赶紧回啊！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，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是什么？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争了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
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田里辛苦。世人以炉火炼剑，以金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砺，乾坤作也。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，好一个剑神李淳罡！好剑！李淳罡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剑开天门。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师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现在还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别动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！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终于等到这一刻。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仙芝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取回来了。
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星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。眼前这位世子，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，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，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一具傀儡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！你救他，赵老神仙手下留情。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救我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
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2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。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。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。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2人全力交锋了。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胜负未决。王仙芝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2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戟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，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它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
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、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一米泰勒。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和，你怎敢如此？邓太和，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气蓬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逆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
徐凤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仙酒6000里。止步！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面，我只取1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朝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，都算摸清了。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
世子，感觉这些忤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一共12位忤奴，没错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，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放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呢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？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护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
甲。青梅卓马，春水朝露，桃花，起。怎么不打了？那一尾既然出手，拦不拦的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！多谢前辈一剑之恩。多谢前辈6剑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是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，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，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剑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，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！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意见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。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，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。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
世子问你话呢，你赶紧回啊！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着什么了？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扔了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天里辛苦。
炼剑，以精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砾，乾坤作业，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，好一个剑神李淳罡！好剑！李淳罡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剑开天门。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师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刚才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别动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了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。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终于等到这一刻。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仙芝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匣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
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，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新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。眼前这位世子，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。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，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一具傀儡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！你救他，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救我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2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
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，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之一战，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，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2人全力交锋了。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胜负未决。王仙芝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2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戟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，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它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势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
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，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，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吉米泰勒。剑阵，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，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和，你怎敢如此？邓太和，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气蓬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逆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徐凤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剑酒6000里。
爹已经走了。这还真留给我了。既是飞剑，又是剑心传承，他倒是舍得。没事，多看看这飞剑，多想想他今天的出手。您不是说要我走自己的路，少看别人的武学吗？有我传你建议，别家武学还有什么必要去学？不过这邓太阿的飞剑倒是可以借鉴借鉴啊。就是这剑太秀气了，颜色还那么艳，小女娃的鉴赏水准不超过8岁那种。幸亏邓前辈走了，不然您还得再打一场。打就打呗，老夫打不过王仙芝，还打不过邓太阿了。东海之上，前辈输了，胜负未分呢，但再打下去怕是要输。没打完，不打了，再打下去要重开天门了。真有仙界，仙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嘿，都是自认为仙人的蠢材而已。您知道所谓仙界的秘密？那种破事你现在用不着知道。就你这身手啊，那地方的事对你来说还早着呢。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战既然没打完，就不能算输，没准打下去就是王仙芝油尽灯枯呢。输了就输了。王仙芝底子扎实，悟性又高，修为稳步上升。这些年来占尽天下高手磨练自身，我毕竟耽误了几年，又少了条胳膊，赢不了。反正我心中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谁会在乎啊？打得尽兴就好。不过方才一战，王仙芝也使出了9分力，普天下逼他到这一步的，怕是没几个啦。他还没出全力。王仙芝若出全力，恐怕只有500年前的吕祖才能稳压他一头啊！这么强吗？啊！哎呀，那咱们还在武帝城？废话，赶紧跑呀！我还拿了老黄金匣。哎呀，拿着吧，这里面子王仙芝还能给我。那什么，那您面子有多大？你要干嘛？我能跟王仙芝聊2句吗？龙虎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你？为国除奸呗。谁是奸？我，徐凤年啊，都是。你等等，徐凤年我还能理解，毕竟北凉是王朝心腹之患。你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皇子吗？没法子，谁让我是私生子呢？我杀徐凤年，本质就是为了调息天下战乱，借机掌兵。如今这心思被看穿了，要杀我也是应该的。谁看穿你？龙虎山？龙虎山就是打手，背后的主使者8成是张居禄了。那老头精得很，瞒他太难。所以，你理解龙虎山杀你的缘由？挺理解的。换我，我也杀。杀我一人，消除未来乱局。我既然不甘平庸，一个后果，当然自个儿接着，不怨别人。你连背后主使都猜到了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一脸想不明白的样子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我。福将红甲都认出来了，一路杀他也坐实了，他跟我只能是不死不休啊！凭什么救我？想和你化敌为友。我天天追着赶着杀你，能化敌为友？那我也想不出了。想不明白。算了，走吧。回武帝城？是啊。回去做什么？
杀徐凤年啊？人还好好活着呢。他救了你，你还杀他？我心里是感激他的，但这跟杀他不冲突。人生两难全。不用去了。大师傅，王先知，睡了吧？聊聊啊！这么喊人能来吗？何事？这小子找你。邓太阿的12飞剑，给这小子了，运气不错。王前辈你好，晚辈徐凤年，在此有一事相求，不对，是两事相求。求我？说。这第一件事儿，是想请王前辈借辆好马车。不瞒前辈，有伤在身，回城不想走水路了。你杀了武帝城6名武奴，又抢走了见九皇的遗物，如今又跟我要马车。那6人并非为我所杀，我也没那本事。至于老皇的遗物嘛，我会给前辈一个交代。怎么交代？老皇和李剑神都是徐某长辈，他们2人未完之事，我徐凤年接着。老皇力战身死，是武者归宿，无怨无悔。这件事儿，我从未怪过您。至于李前辈今日一战，也输了，胜负未决。好，胜负未决。1败1平，都没能赢你。王前辈，给晚辈一些时间，我徐凤年在此指天发誓，我终有一日会重回武帝城，替老皇，也替李剑神，与阁下再战一场，决胜东海。你在约战？正是。不仅约战，还要赢你。如今的年轻人胆子真大呀！行吧，那我也疯一把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赢过你，王先知，这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就托付给这小子了。你信他吗？这剑道好在哪儿啊？好就好在，它有传承。时下的年轻人敢和我当面约战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恐怕也是最后一个。好，等你来。多谢前辈。重回武帝城之时，我会把马车还给前辈。我会让人把马车给你。这第2件事儿，是我听人说，我娘当年遇袭之日，您也在京城。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。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都在里面了。
当时我是在京城。我家人调查记录此事的小册上，记录了此事，但从未有人把您当作疑凶，因为我们都清楚，当日若是您真出手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去京城与他无关。我只想问前辈，当年有谁围杀了我娘？那几日是见到几个不该出现的人来到京城，不过那一战，我没撞到。这个人当日在不在京城？他在。多谢前辈。除他之外，还有谁在？我不记得名字，我只记得是瞧见北莽的人也在京城。北莽的人，高手，差不多吧。对于我来讲，都一样。黎阳皇室联合敌国，埋伏的是自家臣子，多荒唐！你别激动啊！多谢前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看来徐某回家之后，要再出一次江湖了。你要去北莽？是。别忘了咱们的约战。放心，晚辈不会死在北莽。王前辈，最后一句。你这问第3件事了。老黄临死前说了什么？来，给少爷上酒。他看着哪边？北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人都这么满。青鸟去车里吧，前辈也上车。世子先走，我把船上凤子营兄弟叫上，回头就赶过来。舒修也去，嘱咐船夫顺江而回，送去北凉。是。走。
去西蜀？曹长青与西楚公主已然到了蜀地，楚国余孽蠢蠢欲动，朝堂认定蜀地将有大乱。这是机会。正是，朝廷需要有人去蜀地平乱。难道是我？还能是谁？可是，按理说不该轮到我。许萧不能去，西蜀若归北凉，天下都要姓许了。顾建堂呢？顾建堂告病，陛下也不敢放这样的猛虎出山啊。也对，西蜀掌兵必须是陛下信任之人。大师傅，可是还有其他几个皇子在，那几位，谁愿意去与曹长青对决生死啊？犹豫的犹豫，忌惮的忌惮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把这奔赴西蜀掌兵平乱的差事，替你拿到手了，这是陛下必知。可曹长青不好对付，我陪你西行啊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没必要与曹长青为敌啊。我问你，楚人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回家。没错，潜藏蜀地只是权宜之计。等曹长青与那位西楚公主收拢旧部之后，他们必定会离开西蜀，重归楚地。到那时，西蜀再无掣肘之人，而你执掌兵权，名正言顺，那时你就是新的西楚之王。就怕到时一道圣旨，收回我的兵权。这样的旨意，你会接吗？当然不会。等我掌控蜀地，下一步就要往边境之外。边境外，蛮荒。等蛮荒跟西蜀连成一片，我就有了问鼎中原的根基，最差也是一个无可动摇的蜀王。能看到这一步，也不枉费我教导你这么些年啊。多谢大师傅，替我抓住这般良机。无需多言，我们即刻赶路前往西蜀。这人是谁呀？袁庭山，轩辕家曾经的门客，如今走投无路，倒是可用。袁庭山欲为蜀王掌中之道，斩尽仇手。这人间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。终于返程了。哎，小子，邓太阿的飞剑再让我瞧瞧。青鸟，帮我打开。您也会使这剑阵？剑道初行时千万条路，到终了又好似殊途同归。可这只是假象，小子，没有殊途同归。这邓太阿的飞剑与老夫的御剑瞧着相似，实则天差地别。这其中的道理不好说，越说越错，你自己领悟。好活，当上。
大师傅，这一路为何转了这么多方向？别让人给堵上。会有人堵我吗？办事总要小心。那为何不快马加鞭？总要让马有休息的时候，不能跑一半把马给累死。大师傅，我看毛先知与李成刚，他们都快能飞于长空了。借真气而已。你能吗？你说呢？徐凤年也踏上归途了。这您都知道？我让人远远盯着，这一路歇息时都有眼线回报徐凤年的行踪。还用让人盯着他吗？要是我能成为蜀王，就可以不用杀他了。我一路在想，你说在武帝城时，徐凤年救你一命，这事儿确实说不过去。会不会是徐凤年知道咱们要去西蜀找兵？这密旨他怎么会知道？就算他知道，为什么要救赵凯？西蜀北凉可谓犄角之势，徐凤年是下一任北凉王，若是和蜀王联盟，那就真的安枕无忧了。这么说倒有点道理，还是说不通。徐凤年怎么可能远隔千里还知道朝堂对策？再者说，武帝城时，大师傅还没有来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去西蜀。不管怎么说，徐凤年都没有理由救你，这事儿透着不坏。所以我让眼线观察他这一路的行程。您哪来那么多眼线啊？活了这么多年，总该给自己培植些势力，这些势力将来都是你的。大师傅，若没有您，我活不到今天的。若没有你母亲，我也不会有今日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这些天眼线回报，徐凤年一行确实往北凉而去了。从路程看，他们就算想拦我们，也不可能。那就万无一失了。然而这些天，徐凤年始终在马车内未曾露面。是受伤了？不知道。您的眼线，总不能拦路查人吧？徐凤年一行快经过广陵了。我给广陵王赵毅传了消息。赵毅，那个家伙在藩王里也是恶名远扬，您给他传什么消息？也没什么，提了2处，一个呢是朝堂对徐凤年顺利的离开武帝城不是太欢喜，另一个呢，徐凤年身边有角色相伴。赵毅父子2个好色如命，您是想借赵毅的广陵军去试探徐凤年？可那家伙虽然臭名远扬，却也不是笨蛋。他真敢害徐凤年吗？为什么要害呢？大军吓唬吓唬徐凤年，让朝廷有点面子，然后顺带把那个丫头要走。一个丫头，北凉能说什么呀？徐凤年不会把人交出去的。赵毅又不知道徐凤年的为人。以他的处事，一个丫头还不如个物件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
人们都以为啊，你会永远的把自己困在听朝廷的顶上。同袍忌日，怎能缺席？何况画地为牢，画的就是听朝廷。高处地下，依旧是在听朝廷内，不曾越界。嗯。哎，你说哈，这每年都要来这么一回，这身边的人呢，是越来越少，这灵位却越来越多喽。总算换回了一场人间太平啊！可他们都看不到了。他们在看，一直在看。李淳罡一剑破甲2000余，广陵军心胆俱寒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陪了你们很多年的那个李剑神，这次他威风了。嗯，凤年未曾露面。哎，你说哈，他这次江湖之行，我全都安排的妥妥的，啊。甭管是青州也好，还是江南也罢，我所有的布局可以说是做到天衣无缝了。陈之豹一直未曾在军营露面，无人知道其下落。嗯，哎呀，凤年这孩子呀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竟然弄了一场瞒天过海，把我都给骗了。直到最后，我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。要是一直跟着你的安排走，他就是第2个徐骁。啊。他选择了一条与我不同的路，是一条我从未敢触碰过的路。我的儿子徐凤年，他将打破我的枷锁，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众生。他就是下一代的北凉之王。他会守住咱们的北凉大旗，镇守住咱们一起打下来的天下。这样的未来，这样的北凉王，你们还满意吧？我们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。北凉有了咱们自己的新王。